段路上能看到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我们将离开卢珀出发前往甘孜。目前距离拉萨还剩1600多公里，那出发之前呢，我们准备先去看一看卢珀县城。做攻略的时候，看到大家都把卢珀称为小色达，这色达呢是在甘孜往上走150公里左右，跟我们不顺路。那就带大家看看平地吧。就是天气不太好哈，阴秋秋的，适合去西藏。打卡点一，在霍尔广场直接用无人机航拍，然后你就会收获。打卡点二，马航卢珀客运站往大道上开，过了红绿灯拍照最佳。那这个打卡点由于是在马路上，我们就在车里面展示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要出发了。我们从卢珀出发去甘孜呢，会经过317的标志景点之一卡萨湖，打航过去56公里，要开1个小时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的露营地非常不推荐，暂时没水没电就算了，大货车也太多了吧，吵了一晚上没睡着。其实我们从大埔过来的路上，最后20公里左右有很多的露营地，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多看看。Hey pal, hey friend, hey buddy, why so sad, so downright unhappy? That's not my cup of tea. 马上就到了，还有10公里，再开12分钟。看那个路灯上有一个牌牌，卡萨湖由此去。穿过这个村庄，顺着道路就可以开到湖边，近距离接触湖水。卡萨湖停车场入口，免费厕所、免费停车、免费热水。哇，昨天应该到这儿来露营的。湖边露营地，然后这边还有这种台拿来露营的，外面写的是免费露营地，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收费。这是羊咩咩的叫声，好漂亮的小花花呀！我不是故意要踩你们的哟。对，由于草地积水了，所以说我们只能站在这里远观卡萨湖。但是从这儿看过去也是非常漂亮的，你看草原、野花、芦花，再加上远方的村落。太阳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，太阳如果再大一点的话，肯定就跟发光的梦境一般。But I did get 2 weeks notice. We're gonna blow the factory up. Now have 这里是卡萨湖的观景台，就在国道旁边，给大伙儿看看，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卡萨湖。卡萨湖是一个高原淡水湖泊，海拔3501，是川西北路最大的水鸟栖息地。相传卡萨湖原为深谷，没有湖水，也没有溪流，因一位老者虔诚念佛，感动诸神而形成。湖水滋养万物，当地人尊其为母亲湖，常绕湖朝拜，春祈秋谢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漂亮的卡萨湖啊！这里有一大片花海。现在我们要离开美丽的卡萨湖了，要继续往甘孜方向出发，还要开40分钟车。下次来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拜拜，美丽的卡萨湖。个人觉得卡萨湖的观景台要比湖边要好看一点。路过的朋友们，它还是很值得你为它停留哦。特别是在已经夏天了，川西的野花已经开得漫山遍野。卡萨湖现在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花湖。哇，那个雪山像冰川，好大！还有最后1.5公里，我们就到达今天的目的地啦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露营地，嘿，又是不要钱的。今天不仅不要钱，风景还巨好。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呗。更新一下消息，露营好像是不要钱的，但是每天有10块钱的卫生费。然后那个白房子是厕所，那边可以加水。现在我们还要开车去县城里吃个饭，本来是打车的，结果打不到车。手抓羊肉配上白萝卜。OK， 回到营地喽。看到雪山啦！哎，你们广东没有吧？我们是成都的，车牌是广东的。是这个样子。我也是成都的。然后我们也准备在这个营地多待上几天吧，洗洗衣服啥的。隔壁的话就是那个格萨尔王朝，
免费的。今天天已经黑了，明天再带大家去看一看。第二天到了，你好啊，甘孜的甘孜。甘孜县的海拔是3000，这是我出来以后第2个最满意的露营地了。OK， 现在出发格萨尔王城，让我看看这个免费的景区都有什么好玩的。扭曲飘走伞，撒我一脸。到目的地了，甘孜的甘孜格萨尔王城，国家级旅游4A。格萨尔王城是建立在霍岭大战的遗址上的，是世界首座格萨尔文化主题城。这个地方有30座四合院，108个房间，代表着甘孜的108个村落。九龙飞鹰藏刀，哎呦，这把刀好大，中间这个。这里就是王城的中心地带，生猪达孜王宫。门口还有一个金黄色的宝座，就是这个天哈，有点烫屁股。金陵格萨尔，走吧，进去看看。生猪达孜是有藏文音译的，意思就是狮龙虎王宫。相传格萨尔王在修建王宫时，白天有士兵修建，到了晚上是由狮子、龙、老虎帮助格萨尔王修建王宫的，这就是生猪达孜王宫的由来。你看他们的灶，这个应该是属于灶吧哈，好大呀。然后它应该是中间烧炉火，上面做饭，两边的那些枪是不是就可以热饭了？相当于现在的微波炉。威震天龙八部战须，从王宫里面出来了，里面的精华部分是不能拍照的，留给大家以后走317路过的时候自己来看吧。做功课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泡脚的野温泉，不会就是这个吧？就在王宫旁边，这也没水呀，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天太热了没放水吧。晚点应该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泡脚。别忘了北站花校。